再来看台中一群攻击事件，姓洪的嫌犯即马是依照杀人未遂等罪上班。法院认定伊犯案的时心智是正常的，已经裁定羁押。也针对于犯案的动机，警方判定应该是随机犯案。 伫咧台中一运举刀啊，乌白扑来姓洪的嫌犯，互警方依照杀人未遂等的罪嫌来移送。经过检方复审了后，认定伊犯案的时阵甲犯案了后，拢心智正常，而且有可能会再犯，所以向法院来申请羁押。台中地方法院审问了后，裁定羁押，无禁止接见也是通信。有逃亡之余，另一被告于犯案过程中随机杀人行为，亦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。 权衡本案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，本院法官认确有羁押之必要。检方指出，比对相关的事情，就医甲用药的记录，佮考虑到嫌犯是事先就甲刀啊买好，早去台中大旅馆等的行为，佮再加上嫌犯伫咧对答的时阵，拢未讲话无对同，所以认定伊犯案的时阵心智正常。 因若受押伫咧看守所的头一天，所方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，嘛无啥愿意配合。譬如说要做身体检查，他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检查这样子，所以等于说在整个一下子就引起情绪上的一个抗拒，那当然就会有比较多的不作为。 针对有风声咧传讲嫌犯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，才会选伫咧台中犯案，希望会当引起关注。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伫咧议会质询的时阵，嘛搁再强调嫌犯是随机犯案。根据6分局讯问的结果，并没有所谓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啊，没有这个部分，没有这一方面的因素。它是随机，是随机，它是随意的挑选，是。 因那两个去互嫌犯抬着伤的民众，目前拢住伫咧一般的病房，状况拢真稳定，正在恢复当中。伤口没有感染，那最主要的是目前是伤口疼痛。疼痛的话，目前就是用止痛药来帮助他们减缓疼痛。一切目前伤势是稳定恢复中。院方表示，28岁姓柯的查甫人主要是伤着面，恢复的状况是真好。另外一位17岁姓卢的查某囡仔，按算爱1礼拜后才会当评估，敢会当出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